谢天父，感谢你。我们知道，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都希望过一个平稳安逸，能够天天没有烦恼的日子。但是神有时候在我们身上摆上的功课，常常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但是主啊，当我们艰辛倚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很多美好的祝福，在很多挑战当中，你已经为我们摆上了，为我们留下了。主啊，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得到更多的学习跟大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为了不浪费太多时间，那我把圣经创世纪50章18到21节这段是约瑟他所接触的最后的一个经历，来印证他的一生，他怎么样透过一个淬炼生命的茁壮，在他生命当中展现出来。那这段话怎么说呢？是约瑟呢，他已经当了埃及的宰相。约瑟的故事，你如果有机会可以从创世纪的后半段慢慢读你会看见这个是最棒的一个故事了哈。那简单来说，约瑟呢，因为经历到多重的磨难，他最后神高举了他，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而且呢，因为他有神给他的智慧，让他能够在7年的荒年当中，能够预先储备了7年丰收的食物，然后在当时在产生饥荒的时候，在中东各地的地方，大家蜂拥而上，因为大家为了要活命，连他的哥哥、他的家族都跑来埃及，要来买这个食物粮食。那这个时候是最后他的哥哥发现，原来在埃及做宰相的是他的弟弟。那反正已经大家相认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动。那这个是约瑟对他哥哥所讲的话，从这些话来印证神在约瑟身上所展现一个奇妙的一个生命的旅程的淬炼。这段是怎么说？他说他的哥哥亲自来见他，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如果你知道约瑟的故事，你就知道说，约瑟当初就是讲这句话，才遇到困难的，遇到挑战的，遇到磨难的。因为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盗捆来向我下拜，那又遇到说有星星来跟我下拜。”哇，那些哥哥听起来就真的很不是滋味，心中怀恨。那这个故事我们有空可以读一下，但是到最后真的他的哥哥向他下拜，这不是他自己能做的，是神的旨意。所以约瑟才告诉他们说：“不用害怕，我不能代替上帝。”他不是因为这样子觉得沾沾自喜，而是说：“哎呀，他印证了神在他身上所显示的那个意象，从他年轻小时候就已经呈现了。”约瑟说：“你们本来想害我，但是上帝却化恶为善，为的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由于从前所发生的事，今天才有许多人活着。”哇，那些苦难到最后变成甘甜的果实。你看，人怎么样从一个苦难、苦毒，或是甚至想要报复、愤恨当中，看见神的旨意超过人的所有的设计。然后他用这种话来做他的结尾然后他说：“你们不用害怕，我一定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使他们放心。约瑟用仁慈的话，表示他一点都没有生气的意思，都没有任何让这些哥哥恐惧的，因为他们在他面前下拜。他想说，约瑟一句话，他们就要被下去监狱里面关起来，甚至整个被迫害掉了。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要从约瑟这个故事做一个背景。那约瑟是一个经过磨难的人生了那这个淬炼的生命有几个我们一起考虑的思考的是，约瑟的人生是充满意外的人生。他前面一步要做什么都不知道。那约瑟也是很单纯，因为他不知道上帝怎么安排，不过却隐藏着上帝满满的祝福。是意外，但是却是神特别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
我看到一张图卡，他这样写说：安逸的生活无法孕育出顽强的生命，苦难的磨练却隐藏着神满满的祝福。这个就要回到我们一般常人，我们现在世人，大家，我想你跟我一样，大家都是想说，我天天生活在安逸的环境当中，对不对？就好像说啊，我们常常说，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啊，都是活在一个被保护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如果能够不劳而获多好，我不用太努力就能够成功多好，我不要遇到太多的困难，我能就名成利就的，什么事情都觉得那种困境是我们想要去逃避的。不过，我们有一些很有志向的人，他反倒是觉得说，如果不吃苦，就没有办法超越，因为人的一个属性，人的肉体的生命是不经过操练，就不经过磨练，他就永远停顿在那个平凡当中，没有成长当中。包括你运动，包括你爬山，包括你经历一些很大的一个挑战得到的果实，还包括你在职场上你怎么透过你自己的努力得到成长，这些都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每一个人都经历到。那既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历练是对生命有益的，那我们怎么样从生活当中得到真正的信仰上得到真的帮助呢？约瑟虽然领受上帝的意象，但是却不知道上帝的剧本，只单纯的领受，却一生坎坷磨难。我想在约瑟的整个过程当中，只要其中一个环节，约瑟放弃了，约瑟离开神了，约瑟不再对神有信心，我想他就不能成就到最后，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对他的哥哥们所讲的这些话。那我们常常只会羡慕说约瑟有后面那一些美好的成长或是成就，却不想到约瑟所遇到多么大的操练，多么大的苦处。你愿意成为一个被神所祝福的人生吗？但是你却不能拒绝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操练。约瑟他经历了淬炼茁壮的生命，到最后他能一笑泯恩仇了哈，赞叹上帝化恶为善，拯救全家族这样子。那这个约瑟的一生，其实是我们人生很多片段的一个写照。我们不能 copy 这个约瑟的生命嘛，但是你的生命经历很多都是约瑟的一个显影。那你怎么样像约瑟一样超越一次一次的磨难，就神摆在你后面的祝福，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生命的历练。感谢主。我们刚刚读了另外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1章6到7节，他在告诉我们为什么受苦是有益处的。他说是经历试炼，是暂时受苦，是信心的考验，好像黄金来经过火的历练的样子。我们原来的经文是这样说：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或必须暂时受苦。第7节说，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试炼暂时受苦，你们不要害怕，因为这个是神给你，好像一种勋章一样。说经历这一些，要证明你们有坚定的信心。彼得前书这样说，甚至那能够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他的意思是说，金子已经是难得的一种金属了，它还是要经过火炼，而且它还经过火炼还是能毁坏哦。但是信心是比金子更宝贵，那表示人的信心是超越黄金的贵重。所以你们这样做，是要使你们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光荣和尊贵。那这些经文来印证约瑟的一生。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生命哈。那有一段经文他在写说，我们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工作。
那这个上帝的工作，我们觉得说工作什么意思呢？工作不是在动词吗？其实它也可以叫做作品，对不对？work 是作品。那在原来的经文是这样说，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要为我们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神的塑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他的作品。这个作品不是随便乱捏造的哦，是在耶稣基督里造的，就是按照耶稣美好的旨意，让你的身上，神将最特别的一部分给你。那为的是要让你行善，换句话说，你要行出神的爱，神的祝福。他说这是上帝预备要叫我们做的。所以我们一旦认为像约瑟一样，我们是上帝手中的作品，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我们是上帝的精品，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唯一的。一旦你有这样的自我的认定、自我的认知的时候，你就不会好像自暴自弃，或看自己看不起，或觉得说我没有人关注。不是因为你不够贵重，而是你没有发现你的贵重处。我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在每次祷告当中跟神祈求说：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样活出你手中所塑造的这个精品？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弟兄就是我们的张正玉老师啊。他本身是在捏陶的，而且他还很会插花是我们吴慈恩牧师的先生他能够把一块好像很不起眼的一个陶土捏一捏，按照他心中的一个图像把它做出来。那做出来那个外形这样还不够，他要先经过火的试炼，经过高温好几百度甚至我不知道多少度，反正就是很高的温度来烧烤，然后让它成型，而且上釉，还要做色彩。哇，那个这是一套非常繁复的过程，而且那个陶匠手中的作品，特别是手做的，就是唯一的。当你认为我是神手中的精品杰作的时候，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念。经过火的试炼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喜欢用看到那些名牌会觉得很羡慕但是我们不是追求名牌或是追求奢华，而是说，为什么同样一种产品，在地摊摆的看起来也很漂亮啊？为什么在那个精品百货公司里面卖的就价格差那么多？同样花了时间做，为什么人家的东西会那么宝贵？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南纺的购物中心有很多所谓的精品店我们只能路过的时候只能看一看，觉得装得好精美了，不敢走进去看，因为每一个标价都是好十几万的。但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产品呢？是因为他们专注他们的过程，他们专注他们的作品。那瑞士呢，他们是做手表的一个大国，对不对？他们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师傅怎么样专注在每一个小细节，然后让那个钟表是工匠手中的精品，所以他们可以一个手表卖了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卓越的公司生产卓越的产品。我们台湾呢，很多大公司在做那个苹果的代工厂，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鸿海呢，他做了一只苹果的手机，他能赚的那个钱真的很有限，因为那个苹果很会计算的，他给你赚多少差价都算得很精准。但是，一旦做完贴上苹果的标签，现在的那个苹果12已经一支到最高阶的3万多、4万多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品牌值得这个价值，他们的过程，他们制作的过程，觉得可以卖这个价钱。我们台湾有很多厂商是当 Nike 的代工厂，我
我们教会这个神学生哈，我们的那个雅婷神学生，他的大伯哈在大陆的工厂就专门在做 Nike 的一个代工，哇，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帮忙做能赚钱，但是赚最多的就是 Nike 本身，因为它一个牌子贴上，它的那个产品就贵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市场的品牌价值值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看见自己是在上帝手中的精品？你使用精品只是觉得你的附加价值，但是我们人基督徒要成为本身就是精品，在神眼中是美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是黄金的话，你被丢在粪坑里面，你被丢在垃圾堆里面也是黄金，因为你的品质是被肯定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从约瑟的生命历练当中，成为一个被神所祝福的生命，是一个精品的生命，是一个被人人所器重的生命？我们知道，在世上有很多东西，有的很粗俗，有的很贵重。麦子跟稗子外观很类似，但是它的生命不一样。麦子被人家收割拿起来很珍惜，因为它是让你能得到饱足的一个食物，但是稗子会被人家甩掉，可能拿去扬灰，或是把它弄成肥料，再重新放到泥土里面。黄金跟黄铜看起来也很相似，很多人会买到这个不纯的黄金，因为里面被掺了那个铜在里面，那个价值就差很多了。基督徒不只是谈将来的永生了，我们所以说我们是信了耶稣，我们就将来得到永恒的生命。但请记得，你的生命是因为被改变了，你是被操练出精品的人生。你的人生就是在你现在一个精炼的生命的样式。你要看自己是改变的人生，是像约瑟一样能够为神做见证的人生，这样才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最大的动力。感谢主！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寓道故事哈，这个故事叫做做人要像咖啡豆一样。我觉得那个故事是让我们感觉会意的一笑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做人要像咖啡豆一样。那现在台湾人喝咖啡的那个量数已经超过喝茶了哈。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咖啡精了哈。有人喜欢喝美式的，有人也喜欢喝意大利的，或是喜欢喝奶茶，一大堆哈。那这些咖啡呢，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在滚水里面放3种东西啦。一种是萝卜，第二种是鸡蛋，第三是磨好的咖啡。你会想象说这3种东西放在水里面30分钟，30分钟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他就是用这个我们是常见的物品，它在水里面的结果来反映我们的人生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在滚水里面放入萝卜、鸡蛋跟磨好的咖啡，30分钟后，它的结果是如何这样子哈？他怎么说？他说萝卜，我们台湾话叫菜头，有没有哈？有红萝卜，有白萝卜，它还没下水之前是很硬的，对不对？要用刀子切才切得开，是硬邦邦的萝卜，变得30分钟后会变得又烂又软，你的筷子一插马上就把它分解掉了。那鸡蛋是怎么样呢？鸡蛋你放到水里面煮，本来鸡蛋很脆弱，对不对？壳硬硬的而已，其他里面的鸡蛋你一敲它就破掉，就流出来了。但是经过水里煮30分钟，我想我们在煮鸡蛋不会煮那么久，对不对？它煮到30分钟后，它变成怎么样？非常非常的硬，又老又硬，可能你咬下去就不想吃了哈。那咖啡豆呢？泡过咖啡人都知道哈，只有咖啡豆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是说，它被热水改变，也改变了热水，让平淡无味的开水散发出迷人的浓郁香气。
你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泡咖啡哈，要有程序哈，这个程序做得很到位，对不对？那一边是开水，一边是咖啡，但是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咖啡的芳香借着水汽，借着温度就散发出来了。他的意思是说，咖啡影响了水，水也造就了咖啡。那他在解释什么？他用这个故事来解释说，我们的人生啊，我们身处的社会就是那一锅滚沸的热水，现实而冷漠。那个热水现实冷漠，压力烦恼接踵不断，困难不断，这是我们面对的人生。那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选择当萝卜，或是你选择当鸡蛋，或是你愿意成为咖啡？他说我们都不能逃过，因为除非你远离人群，我们知道自己陷在锅子里面却无路可走。但上帝呢，给我们一个礼物，让你选择，有选择权。你要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像约瑟一样，约瑟他自己要确定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罗伯型是什么意思呢？罗伯型是志得意满，他刚刚很硬，对不对？强而有力，却受不了现实的煎熬，渐渐就消融掉了。他们选择向命运低头，不但丧失希望跟斗志，更丧失了自己，因为都软掉，被滚水烫到最后，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坚持自己。那鸡蛋型是什么呢？鸡蛋型是被现实同化了。最初细致柔嫩的心，虽然变得坚强，却也变得冷漠无情，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包容、去快乐。换句话说，他的硬邦邦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是你要的人生吗？好，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是咖啡豆。咖啡豆呢，它找出适应环境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同时，也让环境来变得更好。找出适应环境的方式，它融入水中，水也让它更芳香。所以这个遇到故事给我们讲的一个结论是说，做人要像咖啡豆一样，经历高温淬炼，才有幸福的滋味。各位弟兄姐妹，就像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这个复活的道理一样，他说一颗种子如果不死了，就没有办法长出新的籽粒来，好像自己要先经过那种自我消除的过程，你才能得到新的生命。那咖啡豆也类似，约瑟也一样。约瑟他为了要成为一个更高阶的、更为神所重用的，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练。所以改变是我们基督徒面对挑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改变不是失去自己啦，反而可以让自己愉快，让身边的人也跟着顺遂，而且即使挫折也能够拥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哈。那在经过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就会想说，到底什么样改变你，什么样改变他？我们很多同学为什么成长过一个阶段之后，他是走向成功之路，但是也有同学走向一个堕落或是衰亡的道路，到底什么样在决定他呢？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大部分人都这样子在做一个结论，是说是性格，你的性格会改变，你的人生也跟着改变。人生因为性格的改变，也会有一种戏剧性的改变，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有人就问巴菲特这位投资大师，他说他成功的秘诀是怎么样？巴菲特竟然回答说是性格。那个人很意外，为什么不是聪明或机运吗？他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是性格，而不是你的聪明头脑比人家好吗？你能够洞烛机先吗？你能够超前部署吗？你能知道什么危机来吗？他说是性格。他这样回答说，人生是一栋大厦，性格是其中的钢筋梁柱，性格永远决定命运。哇，这个话让从一个有成功的人讲出来，我们才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这么说了哈？
很多人喜欢读这一段话，他说：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你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换句话说，你的行动变习惯，习惯变性格，性格会改变你的命运，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性格被定型之后，你后来的人生是因为你这个性格在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了礼拜五我们这个潘荣龙牧师的演讲，经他一讲，我们才突然间恍然大悟，说为什么很多人是成功顺利的，有的人是一直在往错误的道路，一直在往灭亡的道路走。你以为环境，你以为教育，你以为这个什么样的场景会改变？原来它有遗传的，它有那个生命的特质的遗传。他把它称为叫表观遗传，这个名字可能很少听到那我才发现说，原来人为什么贫穷会遗传，暴力会遗传，酗酒会遗传，赌博会遗传。想说明明我就讨厌这种事情，到最后你也做同样的事情。那因为这位潘牧师他是科学家，他用非常先进的科学研究来证明这些理论，我们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有的人一生的努力还是逃不过命运，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圣灵亲自的改变，从信仰上得到改变，从生命得到改变，从主耶稣的基督的宝血得到洁净，我们才从那一中逃出那个命运的牢笼。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性格要怎么改变，对不对？我们一直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知道，我也知道啊。一个坏习惯要改很困难，对不对？其实我们常花了太多力气。请记得，这位潘牧师他那一天讲一段话，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是说，请记得，敬拜赞美就是在改变你自己，对神的一个完全的投入，敬拜、祷告、灵修，它会在改变你的性格。哇，我们才发现说，原来被改变是因为跟神建立了关系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神就在你当中改变你的性格，改变你原先讨厌的事情，你竟然喜欢去做；原先太喜欢的事情，让你不喜欢，因为那个是会妨害你的、危害你的。很多坏习惯你改不过来，神一旦出手，你会发现说，你好像以前好像傻子一样，老是在做那种事情。圣灵在改变，所以要靠圣灵的能力、信仰的实践来改变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这个短短的遇到故事，借着约瑟整个生命的反照，我们一起努力来学习。愿上帝将这样的改变放在你身上，我们不要逃避那些历练、苦恼或是生命的一个操练。我常常很羡慕那些喜欢爬山的人我有时候礼拜天下午1点，他都会中视都会播放那个 MIT 台湾日，对不对？就是他们一群原住民还有这些爬山的人，他走什么，全部整个我们那个中央山脉的纵走就是苦得不得了，背了一大袋的那个背包在山上也没有好吃的，也没有好玩的就是想要磨练自己，脚走的是那么酸痛。为什么？他们是为了看见那个美好的上帝的景色，当然是他们为了要超越自己。很多人喜欢自讨苦吃，你会觉得怎么那么笨呢？其实很多甜美的果实都是自讨苦吃来的。为什么你的家人、你的爸爸妈妈会叫你说好好的读书？因为经过那些苦难的磨练，你才能得到美好的果实。其实像人生的道理都差不多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是经过这样的历练来的？你是要做咖啡的人生，还是要做鸡蛋或是我们的萝卜的人生呢？我们在牧师这个年代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恋我玉经》恋我玉经。
很多人可能都会背。那这段话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要唱这首诗歌。他说：“一起来，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感谢主，这段话真的是把我们这个淬炼茁壮的生命，把它讲得很彻底，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碰到的。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诗歌，那资深一点的弟兄姐妹都会唱，我们请同工来配合这个投影片。不过在唱诗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唱一次，还有副歌唱2次。在唱诗歌的过程中，要邀请你觉得我的生命要被改变，你觉得我的身体的健康要被神医治，我的心灵的软弱要被神所扶持跟保守。等于唱这首诗歌完之后，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愿意被祷告按手祷告到前面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代祷团队的同工来为你做按手的祷告。那在唱这首诗歌当中，我们就开始预备心，不要客气，也不要觉得害羞，因为这是神跟你的关系，有坚定的信心，要得到上帝美好的应许。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唱。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拿达成，它就不能。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长。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担。每次的打击再一次来，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牧师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请要受服事祷告的弟兄姐妹可以不要客气到前面来。牧师先做祷告。现在父神，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你身上，是你手中的工作，是你的作品。主啊，我们经历到人生当中许多事情，我们都期待自己是安稳的，是顺遂的。但是主，你常常把一些磨难、考验放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告诉我们，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我们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是的，主啊，你不会将超过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都是经过你允许的。有时候被你收去的东西，你却是以加倍的爱回答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宣告，你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因为我们要被你所操练，被你所塑造，我们要成为你手中的精品。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高举基督有见证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